點解有人話宏福苑應該要改建做紀念公園呢？原因好簡單，現時嘅樓宇結構已經唔安全，香港亦都需要一個地方等下一代都記低教訓。因為今次大火唔係意外，係圍標、監管漏洞同工程制度等問題造成。有工程師指出，火災之後樓宇結構會受到高溫破壞，我哋唔可能叫災民住返入去，冇人希望悲劇重演。如果重建成其他住宅，使用者都會用得唔安樂。建立紀念公園同埋社區教育設施係唯一合理同負責任嘅出路。喺宏福苑紀念公園，我哋要有死難者名單嘅紀念碑、獻花區同埋事件記錄，甚至好似911災難嘅紀念館，教育下一代吸取教訓，唔好再重蹈貪腐圍標嘅覆轍。為咗令災民盡快得到合理補償，市建局可以將災區撥入重建項目，按照慣例用同區7年樓齡嘅價格補償災民，同時利用地積比率轉移嘅方式，將宏福苑發展權轉移去其他大埔區土地，令到重建同紀念可以同時存在。對於災民以至香港社會，遷區重建設立紀念公園係對香港社會痛定思痛、糾正歪風、避免悲劇嘅出路。每年11月26號都會有人悼念、反思、提出制度問題。某啲強權專制下面嘅既得利益者未必咁中意，但對城市而言，呢一個係制止管治崩壞、救返香港嘅開始。